自公2024年1月12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草莓在下的受害者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出埃及记第10章第19、29节。上主对摩西讲：“你去见埃及王，我要互伊甲伊的人臣的心意，通互我伫因中间行神业，嘛要互你对恁的囝、恁的孙讲起我安怎彼人埃及人，以及我伫因中间行的神业，互恁知我是上主。”摩西甲阿伦就去见埃及王，对伊讲：“上主以色列人的上帝安尼讲：你到今犹毋肯伫我的面前屈服，就放我的子民出去，互因通敬拜我。你若毋肯放我的子民离开，明仔载我要互草莓进入你的境内，因要热砍地面，直到人看袂到地。因阁要食冰泡拍剩留互恁的，嘛要食野地的树木。你的王宫、你的人臣，甲所有埃及人的厝，一世界拢有草莓。自古以来，毋捌有人看到安尼。”讲了，摩西就越转身离开埃及王出去。埃及王的人臣对王讲：“这人找麻烦，害咱要到直时，就放这个民族去敬拜上主，因的上帝。埃及已经得要灭亡啦，你兼毋知。”对安尼，埃及王调摩西甲阿伦倒转来，对因讲：“恁通去敬拜上主，恁的上帝。毋过是甚物人要去？”摩西讲：“阮拢要去，阮的少年人甲老人，阮的后生查某囝，阮的牛群羊群，拢要做伙去，因为阮着守节敬拜上主。”埃及王对因讲：“去啊！我若放恁的囡仔甲妇人人缀恁去，愿上主甲恁保庇啦！恁着知会已经伫恁的目睭前。毋过袂用得，我甘若准恁查甫人去敬拜上主。恁本来就是安尼要求。”埃及王就甲因赶出去。上主甲摩西讲：“你伸手举埃及地，互草莓盖满全国，食冰泡拍剩的食物。”摩西举伊的管仔举埃及地，上主就互东风规暝规日吹埃及地，到隔日早起，东风将草莓吹来，草莓侵犯埃及全地，歇伫埃及四境。草莓遮尔多，数量空前绝后。草莓热砍地面，直到全地拢黑暗。因阁食地上所有互冰雹拍剩的菜荽甲树顶的果子。埃及全地无论树木，还是园里的菜荽，连一屑仔青翠的物都无留地。埃及王赶紧叫摩西甲阿伦来讲：“我有得罪上主，恁的上帝，嘛得罪恁。当请恁祈求上主，恁的上帝，搁一遍赦免我的罪，互我脱离即遍致到死亡的灾难。”摩西就离开埃及王去祈求上主。上主就透真强的西风，将草莓吹落去红海。埃及四境连一只草莓都无留地。毋过，上主互埃及王的心意，毋放以色列人离开。上主阁甲摩西讲：“你伸手举天，互黑暗热砍埃及地，暗甲着用猛的
才会行直。摩西伸手举天，埃及全地就3日久乌乌暗暗。3日久，人互相看袂到，嘛袂当离开厝。毋过，以色列人住的所在拢有光明。埃及王就叫摩西来，讲：恁去敬拜上主，恁的囡仔甲妇人人嘛通甲恁做伙去。毋过，恁的牛群、羊群着留落来。摩西应伊讲：你就将祭物甲烧化祭的物互阮，互阮通向上主阮的上帝献祭。阮的精生嘛着甲阮去，连一只都袂当留底，因为阮还毋知着用甚物精生服侍上主阮的上帝，到遐阮才会知。毋过上主互埃及王的心意，毋肯放因离开。埃及王甲摩西讲：你甲我出去，你着说字，毋通互我看着，互我看着迄日你会死。摩西讲：照你讲的，我无要阁见你的面。草莓灾的受害者，2020年，东非的菌野爆发70年来上严重的草莓灾。草莓虫毋但橫扫东非，甚至一路飞到印度，沿途肆虐真侪国家。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出警告，若无法度遏止草莓灾，东非的粮食危机会哪恶化。根据2007年科学月刊台湾的草莓虫祸害史一文，台湾有记录以来发生28次草莓灾，其中1966到1972之间，搁还是逐冬拢发生。那安尼后来为甚物差不多长达要半世纪，无搁再拄到草莓灾呢？一般的推测是因为使用农药，就算草莓虫肆虐，及时喷洒农药也是减灾的有效方式。台湾已经有半世纪无经历这种草莓灾，对伊的印象大概敢若留伫长辈的记忆。毋过，咱还通对国际新闻报道知影，草莓灾的影响甚至会造成全球粮食的危机，尤其伫全球化的国际贸易结构下，大规模商业化耕作、大片土地种上款的作物，对草莓虫来讲，无异乎是上赞的大餐。伫摩西的年代，草莓灾是有毁灭性的，毋尔干若食食物，搁热砍大地造成黑暗。埃及王伫得甲上帝对抗中间，一再讲话无算话，因为安尼，上帝不断加强力道，必须伊放以色列人走。特别在草莓灾和摩西仰天举手，互黑暗拢达3日的第9灾黑暗之灾，通讲是10灾的前3强。上帝降灾是为着要透放以色列人，会累积到第9灾，是因为埃及王固执顽固，一再讲话无算话，总是伫埃及王统治的人民，着安怎办呢？有资料显示，伫草莓灾期间，其实是会当用草莓虫做食物。根据利未记11章22节，草莓虫是少数洁净通食的虫托。
也报告指出，草蜢虫的尸体通做肥料，互受害的农场将来通收成搁较好。毋过，不论如何，加卡站人民伫即个草蜢灾中间总是受苦的。原因在于埃及王毋愿许可以色列人离开了后，要采用倒一寡措施来填补劳动力，反正想要甲上帝硬拄硬，企图甲以色列人强留踮埃及做奴隶。伫现实生活中，减有类似即款的领袖咧。领导者若毋思考世界局势已经转变，毋设想安怎去适应新的局势，反正要硬拄硬来带大家转去伫过去的年代，结果简单会互众人对因斗阵得受苦。感谢上帝，因为真侪前辈的付出，台湾历经几十年的民主运动，人民已经会当选家己的总统、县市首长和各级民意代表。多数的官员、市政和代议士的问政，多半也会当用全民利益做考量，无搁再是抱着虚无缥缈反攻大陆、解救同胞的口号。检采台湾人民伫选举中拄着也会选毋着人，总是伫当选者犯下搁较侪错误以前，人民也通依照法律甲不适任的人罢免，避免造成国家和人民搁较大的损害。默想，专制甲民主有啥物差异？上帝安怎带领台湾行往民主自由？现今咱安怎样使用民主的方式来保障国家和全民的权益？专制甲民主有啥物差异？上帝安怎带领台湾行往民主自由？现今咱安怎样使用民主的方式来保障国家和人民的权益？做伙来祈祷。上帝啊，感谢你，因为过去前辈的付出，互我今仔日会当伫民主的环境享受逐项的自由。我也要为着生活伫专制体系下的人民祈祷，求你互因早日享受自由甲民主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